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早晨，第二節嘅大香港早晨啊！咁今一節咧，繼續討論呢個假期嘅時候北上嘅話題喎。係啊，大家你哋翻大陸旅行通常中意去邊度咧？原來而家居然係湖南受歡迎喎。好似話咧，越話啲香港人啊，越走越上啊，開始嫌深圳貴啦。喂，你有幾窮先至會嫌深圳貴啊？深圳都幾貴啊，深圳同香港差唔多貴。哦，咁又係，我覺得深圳有少少智商稅咯。係啊，即係我見咧，佢哋住嗰啲好好嗰啲酒店咧，都成千幾蚊一晚，咁都真係住得好好。係，跟我嚟講太好啦，唔需要咁好啊！你去大陸嘅話。哦，有啲人話，哎呀，你去大陸嘅話，百幾蚊就食到3-4個人飯咁樣，跟住覺得好抵。係，我都 expect 係呢個價錢嘅，但係深圳就應該唔得。所以見啲人就越走越高咯。係啊，跟住就話走到去咩惠州 ，Where is 惠州？咁啊，仲有呢個長沙啦。長沙就係一個大少少嘅新聞嚟嘅，好笑到不得了。惠州個州字又冇8號，係冇3點水嘅。哇！惠州仲係咪再遠啲？惠州都係廣東省下轄地級市，廣東省喺東南邊，北東南係啊，都唔係好遠。哦，咁都係嗰個咩長沙再遠啲嘅。係啊，長沙去到湖南啊嘛，惠州都算係比較近噶啦。跟住就話惠州都因為佢再比深圳平啊，所以啲香港人就再北上多啲。你攻陷咗深圳，你搞到佢炒貴咗，你整貴咗深圳嘅物價之後，你就繼續衝量向上啦。我覺得大家你哋做得啱，你哋做得好，係咪先？啱啊！我當年作為當年嘅上水人，即係咁，我哋咧應該係話我哋惠及完深圳嘅同胞，我哋再惠及附近嘅地區嘅居民。係啦，希望佢哋經濟好啲。係啊，咁啊費事深圳嗰啲，淨係得深圳受惠唔好嘛。淨係得深圳發達邊好嘅啫。係啊，惠州啊、東莞啊咁樣，東莞都不嬲都好多香港人去噶啦，係咪先？哥。係咪而家冇噶啦？點會冇啊？我唔知。肯定唔會冇咯。你係指冇香港人定係指冇咩先？冇啊，哥。唔會啊，香港都有啦，東莞點會冇啊？周圍都有噶。係咁樣，咁跟住咧就講緊話，而家去到長沙嗱，再遠多少少，長沙就再去到咁多啦，好遠啊，都有少少遠噶，去到湖南噶啦，離開咗廣東啦咁樣。係啊，因為大家都好愛國噶嘛，咁啊，梗係要周圍都去下探索下。跟住話長沙都係一個香港人嘅新寵啊，北上新寵啊，哇正啊咁樣。咁啊，見到咧有個大新聞啊，好笑啊，咁樣咧就話咧有咧。呢個咧長沙有呢個湖南團啊，就咧有人咧報咗團咧，發覺好多人喎。就咧有一個咧係咧有呢個香港首創。係啊，呢個香港首創啊，3699蚊去湖南，我諗你真係香港首創。3000幾蚊啦，可以去到東南亞，應該泰國、越南嗰啲都去到先啦。係啊，咁樣咁就咧，咁啊咧4日3夜。有一個係團友啊，咁就咧喺咧網上面咧就話啦。現場直擊參加咗一個咧本港旅行社搞嘅呢一個話咧係香港首創嘅高鐵專車嘅湖南旅行團啊！佢高鐵包到車啊！高鐵專車啊！所以香港首創啊！佢高鐵可以包到卡啊！嘅一個湖南旅行團啊！跟住然之後佢上車就發覺你點解可以包到一卡咧？佢嗰個團啊有600幾人啊！佢一團啊！所以佢可以包咗人哋個卡咯。佢一團600人係一整團啊。係啊。跟住，然後係要齊上齊落噶嗰一團人。係啊，佢係踩正復活節紅日出發，4月18到21號。係啊，咁樣。哇！即係4日3夜，用盡你嘅假期。係啊，話可以咧幫你預留個專區席座位，近距離欣賞煙花。哇！聽到就知勁啦，咁樣。
跟住然之後咧，上到高鐵嘅時候咧，先發覺原來我嗰度有10幾團人一齊嘅，咁坐底都600幾人嘅，都係一團過嘅，但係呢10幾團，大家一齊上齊落，先一齊衝上長沙咁樣。佢本來諗住咧就係得40-50友喎，傻啦你，40-50人點包個高鐵啊？點樣高鐵包車啊？係佢諗住幾廿人啫嘛。我包機啊，我包機都唔使咁多人啊。機都係100幾人就包到噶啦。係啊，你即係有時啲包機唔 full噶。大架飛機都係200幾人啊嘛，通常。係啊，有時包機即係包機通常係你一個旅行社，跟住可能有5團人咁樣樣，跟住佢就會包架機咁。係。喂，我諗5至8團人咁樣樣啦，我就算去到成架機爆嘅嗰種包機都好，都係200送人啫嘛。我就冇試過包600人啊，咁我架飛機裝唔到600人。係啦，跟住佢就話咧，哇，仲要大家一齊，嗱，你咁多人一齊會有咩狀況咧？就一齊食飯嘅時候就好精彩啦。食飯啦、景點啦、去廁所啦，都係全部600人一齊去。咁樣，咁佢第一餐咧就喺高鐵嗰度食午餐，咁啲菜咧就係凍住咁上嘅，因為600人嘛，咁一有人上佢就即刻上菜噶啦。如果唔係你咪落車都未有得食。咁佢上到最拉尾嗰啲。係啦，你頭嗰幾個冇事啊，後邊嗰幾個咧就凍晒咯。跟住然之後咧，全部嘢咧就所有人一齊入去做喎。你去親嗰啲景點，哇！佢第一個行程係去博物館啊，跟住全部人一齊，哇！成間小學一齊去博物館咁樣咯，哇！幾精彩啊！喂啊！你以前學校嗰啲活動，你都係分班級咁去啊，你唔會全校一級都係你200人啫，最多。咁你而家係全校一齊去。係啊，以前小學6年，即係你當一級100幾人啦，就算開個早會啊，都分開一半嘅年級啦。係咯。佢而家係全部喎，全部一齊咁樣，即係有2個學校禮堂咁多人一齊咁樣行。又或者好似去陸運會嘅時候，嗰度嘅所有人一齊。係啊。只不過今次個陸運會咧，就係俾你可以去小食部嗰度買嘢食啦，就600人一齊過去啦。跟住就話咧，話第一個景點去博物館啦，但係話嗰度有黑咯，跟住有啲人就搵唔翻自己，即係你乜都睇唔到資料，仲要搵唔翻自己嘅導遊啦。我班主任去邊啊？我班主任去咗邊？仲要嗰度唔係大地方喎，但係只不過幾百人塞晒入去。係啊，跟住然之後因為人好多啦，咁你冇得企喺度噶嘛。係啊。咁咪一路向前行咯，咁你就變咗跑住睇啦。咪600幾人一齊跑啊，咪跑到去咁好玩。跟住然之後咧，你對咗食飯時間，除咗食飯好困難，因為你去廁所都好困難喎。跟住就話佢食飯都唔好分幾間餐廳咁去咯，全部逼埋一齊去啦，跟住逼埋一齊去廁所咁樣樣咯。係啊，600人一齊去廁所喎，等600人喎。仲要佢都係粗粗咁計啊嘛，係多過600人嘅，多即係。係啊，因為01就話嗰架車係應該裝800人嘅，咁所以個估計應該係600至800人咁樣樣。係啦。哇！咁但係咧，仲要嗰度咧個廁所咧得3格女廁，精彩啦！即係你每去到一個景點，你就會揾機會去屙尿啦。因為你去到個景點，你只能夠去廁所嗰度排隊咯。如果唔係，你去廁所冇時間。我上個禮拜去西九睇演唱會，都係嗰啲廁所，我都見到外面臨入場之前，故宮外面嗰個廁所排咗100幾200人咁咯。呢個唔止啊！但係應該因為故宮嗰個廁所冇咁少格，唔止3格嘅，都排咗100幾200人。係，所以故宮做得好好噶。係啊，嗰個同埋佢有分咗幾個廁所嘅。其實故宮對面嗰個咩 Free Space 嗰度有一個廁所，入到場有一個廁所。跟住然之後咧，去到晚飯嘅時間咧，佢仲會嗰個旅行社高層咧就會走出嚟發言啦。佢哋大家咧不停要喺度舉杯拍手，好似咧你係佢啲下屬咁樣咧。Annual dinner 係啊，喺度聽佢講，哇！我哋今次搞咗一個咧可以包起高鐵嘅卡車嘅一個旅行團咯，係咪好勁先？簡直前無古人啊！
係即係拍手。嗱，大家咧，我哋咧下次咧再有其他團咧，大家都要過嚟裝好唔好啊？拍手。見過鬼仲拍。哇，咁樣，跟住然之後就變咗好似去咗佢 annual dinner 咁啦。咁佢又話唯一一個好處就係因為真係包咗個高鐵咧，咁你所以入閘就可以快啲啦。好勁啊！我覺得都真係前無古人啦，都真係香港首創啦。係啊，都首創啊！你可以包到高鐵喎。係啊，咁而家係即係呢一單嘢勁誇張啦，但係就話旅監局就都未收投訴咁樣嘅。因為我諗應該好難投訴啊！你冇得話人哋一個旅行團唔準多過幾多人噶嘛。同埋佢嗰度係有分咗好多團噶嘛，只不過佢哋咁多個團一齊係上齊落啫嘛。即係佢哋嗰啲係好大個團，佢有分咗幾團咁樣，即係你有分唔同導遊同埋領隊咁，但係因為你上到去，你嗰啲旅遊巴都一架裝唔到600人，咁所以佢係有分咗唔同嘅旅遊巴嘅。係，如果你平時嗰個旅遊巴可以裝到幾百人就勁啦。跟住佢仲有景點係包括去到呢個中國煙花之鄉嘅瀏陽欣賞煙花慶典，同埋遊覽國家4A 級旅遊景區潼關窯古鎮等等。聽到都覺得興奮。正係啦，咁但係係咯，咁又係。跟住旅監局就話暫時就冇收到相關投訴，如果有需要嘅話，就會作出跟進咁樣嘅。咁樣究竟會點跟進咧？真係唔知。同佢講，你以後旅行團唔准收咁多人。你唔准一次過600人齊上齊落，你要預多啲時間俾佢哋屙尿，咁仆街啊！咁你個景點，你嗰一日個景點就更加少。廁所啦，你去廁所。就係廁所 stop 咁，好似搭嗰啲長途巴士去到某啲點，跟住會有得落車去廁所3個字咁樣。係啊，而家啲人話去到長沙周圍都係人講廣東話啊，係廣東話遍地開花啦，真係。話長沙咧，舊年咧就有17.95萬嘅港澳旅客，咁啊其實又唔算好多啊，咁樣。咁佢為咗吸引香港人咧，就咧亦都喺農曆新年咧啟動呢一個萬名港人遊長沙嘅交流活動喎，咁樣。咁啊話有啊，其他嘅中國城市啊，見到深圳咧，哇攞到香港嘅消費力，話覺得話舐舐嚟啊，大家都各出奇謀，想喺呢一個咧香港人北上嘅熱潮嗰度咧分一杯羹咁話喎。咁就話咧，而家長沙嗰邊啊，每隔幾個月啊，就嚟香港咧，就同啲業界咧啊積極推廣當地旅遊，哇，親自落嚟斟茶灌水啊，幾有誠意啊！咁咧佢有分析就話，因為咧湖南衛視咧就哇好多人睇喎咁樣，咁咧長沙咧就有好強大嘅文化軟實力啊，咁樣有冇人去過？可以話俾我聽有咩軟實力啊？唔係好熟。有冇人睇湖南衛視啊？有冇人可以話俾我聽？湖南衛視嚟到講喺呢頭附近都算係比較紅噶啦，咁啊算係比較大嘅湖南衛視，同埋都好多香港明星會上去佢嗰啲節目噶。咁但係我都多次嘅。我唔會開電視就會睇到個湖南衛視噶嘛，即係我唔。我哋有偉大嘅機頂盒啊嘛，機頂盒睇到好多大陸嘅嗰啲唔同嘅電視啊，湖南衛視算係比較大嘅。好啦，咁樣咁啊，呢一個咧高鐵網絡嘅完善咧，就拉近咗兩地嘅距離，咁啊近咗喎，咁樣3-4個鐘度啦。我睇咗嗰個時間嘅話，咁樣咁就話咧相載又符合香港人口味，所以預計咧長沙未來會成為香港人日後花園。恭喜你哋啊！咁就話呢一個咧，就譬如呢一個專業旅運搞嘅呢一個高鐵專列團，嗰個3699蚊嗰個。咁啊景點啊包括咧，被譽為中國煙花之鄉嘅瀏陽欣賞煙花慶典等，咁樣咁，但係有啲人就投訴太多人啦，咁樣唔多人點包到高鐵咧？你再多啲人包到煙花添啊！係啊，咁樣咁跟住咧就話啦，咁樣去到長沙咧，哇！有啲香港人咧去自由行嘅時候咧，就話哇，去到長沙見到好多香港人啊，周圍都聽到廣東話。哇！仲以為去到日本添啊？唔係，仲諗住咧去遠少少冇香港人喎。佢話去到日本都係周街香港人啦。係啊，我哋去到日本嘅遠少少嘅地方都係周街香港人啦。
係啦，咁樣，咁佢就即係佢仲話咧，今次嚟到長沙嘅香港旅遊專列係春節期間在香港進行推介和對接後取得的成果。哇！佢就覺得即係都勁嘅，係啦，因為呢個長沙市民旅廣電局就講嘅咁樣，咁佢又喺度講話，哇！佢搞咗個萬名港人遊長沙嘅交流活動啊，咁啊而家仲有香港旅遊專列去呢個長沙添，哇！幾勁啊咁樣咁樣，咁就話啦，而家香港咧係長沙重要嘅旅遊客源地啊，舊年咧排行港人北上熱門目的地嘅第4名。咁咧合共接待入境旅客共77.78萬人次啊，咁啊其中嚟自港澳嘅旅客就佔咗17.95萬咁樣，咁形容咧係熱鬧非常嘅五一商圈，彷彿成為粵語區啊！佢哋而家好開心喎，好多人講廣東話喎，咁樣第四名居然淨係得17.95萬，咁佢好有上升空間啦。咁我相信係因為第1、2、3名佔咗實在太多啦。第1名應該就係深圳啦。係啊，應該都係咯，應該都係深圳啊、珠海啊、東莞啊嗰啲咁嘅地方啦。香港人熱門嘅目的地就係珠海、廈門、東莞、佛山、汕尾，見唔到長沙嘅。我都覺得有啲遠喎，即係唔係，我已經唔係好知喺邊嚟。即係珠海我知，係廈門都知嘅，東莞，跟住佛山同汕尾唔知點解聽落遠。都係對面海嘅，都係過埋個珠江三角洲嗰處嘅。珠江三角洲附近啦。好啦，好啦，好勁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哇，咁樣咁佢只要喺呢度附近嘅時候，喺呢度攞多少少香港人好容易啫。其實佢嗰條數好易升嘅啫喎，佢而家嗰個基數咁低，17.95萬，你升1倍都唔多啊，升3倍都唔多啊。以香港人去旅行，你諗下啱啱香港人有200幾人去咗旅行。哦，原來佢喺度講話文化軟實力嗰個我是歌手，原來係湖南衛視。係啊，所以好多香港明星去㗎。跟住佢就話點解有啲咩吸引，佢點樣吸引到人？就一個就係講話香港人睇湖南衛視節目對長沙漸感興趣，即係好啦。因為好多香港人睇我是歌手啊嘛。好啦。咁跟住第2個吸引點就話高鐵車程3個鐘啊，市內有多個打卡景點啊，高鐵網絡完善啦，咁旅遊資源豐富啦，景點就有包括毛澤東青年藝術雕塑啦，咁就有好多個打卡點啦，就極具旅遊潛力咁嘅。我哋香港唔係都有好多打卡點嘅咩？即係例如麥當勞道嗰個牌。跟住咧有個吸引點3就係夜市文化濃厚，咁夜市都吸引嘅。咁佢就話雖然湘菜會加入辣椒啦，跟住但係對呢個湘菜嘅辣味適中啦，符合港人口味啊。即係相對於麻辣嘅川菜，湘菜就冇咁辣，就適合香港人嘗試咁樣。例如近年供港嘅龍耕記湖南土菜咁樣，所以就估計可能。部分香港人特地到長沙品嘗美食咁喎，仲平過香港嘅龍耕記添。咁啊，所以就話佢就即係咁，基於以上咁多項咧，所以就應該會吸引到好多香港人啦。咁樣，好啦。咁所以就希望咧喺深圳附近咧就舐緊啲咁樣，舐少少都夠佢發達啦。哦，跟住話有呢個 KOL，咁呢個喺。張家界啊，張家界有聽過呢個地方。張家界好似係啲景色優美嘅地方咁樣，即係張家界都係湖南咁樣嘅，都幾有趣。咁我睇呢個圖畫，咁但係有好多地方都有趣嘅地方，我唔會專登上去嗰度嘅。係咁樣，咁所以就即係應該都嚟緊就即係都可能會唔會多啲人去咧？咁就唔知道嘅。咁但係而家。只係即係香港人小試牛刀咧，咁啊似乎已經就都嗰啲景點究竟負唔負荷得到咧，就都係一個問題啦。咁樣係啊，所以例如呢個崔定邦就話覺得嚟緊距離香港幾個鐘嘅高鐵車程城市，就包括長沙啦、武漢啦、桂林啦、廈門嘅，都會成為香港人嘅後花園啦。可能係啊，因為咧你高鐵咧越嚟越快，同埋咧高鐵有個優勢就係咧你唔使好似搭飛機咁咧，
我早多個幾兩個鐘去上行李啊，係慳咗嗰啲時間。係啊，又攞機票啊，跟住攞位啊，跟住然之後又要出境啊咁樣。咁啊，嗰啲時間會節省咗啦。咁所以就即係都必然係會係加速咗大家去北上嘅一個擴大咗北上嘅版圖咯。係咯，北上容易咗咯。即係同埋即係當啲人係覺得北上係正嘅，係安全嘅咁樣，係快嘅，咁啊更加多人會願意走上去。即係有啲人話去深圳方便過去銅鑼灣咁樣。會㗎，可能會㗎。尤其是你仲要睇翻你住邊度咧，咁樣。係啦。係啊，咁樣。咁但係就即係而家就即係見識到香港人嘅威力啊！咁樣一齊咁樣，哇！咁樣衝過去咁樣，咁啊勁到爆炸咁樣。咁啊，即係嚟緊咧，究竟會令到佢當地會變成點咧？咁就即係令人哋相當之期待啊！係啊。咁咧而家亦都睇到咧，香港人咧去而家去中國每個城市嗰度咧，咁樣去到佢哋暫時幫助當地發展。係啊，暫時就淨係得深圳嘅人係有少少厭惡嘅啫，因為炒貴咗深圳。係啊。但係其他嘅地方都仲係好歡迎香港人，希望多啲香港人去咁樣嘅。係咯，咁樣咁啊精彩啦，咁樣。咁我覺得究竟遲啲佢會唔會又係嗌晒救命咁咧？咁樣短期內唔會嘅，起碼長沙唔會，因為始終地點比較遠咧，咁樣。咁但係你附近嗰啲地方咧開始有啲嗌救命咧，我覺得有啲搞笑啫。開始唔係你深圳已經頂唔順啦。係啊，深圳開始就走啦咁樣。係啊，深圳已經就嚟開始反香港人咁樣，住喺深圳嗰啲人頂唔順啦。你明咧？係啊，你明咧？希望佢哋可以包容啲啦。係啊，係啊，我哋又嚟推動經濟咁樣，又嚟買嘢又剩咁樣，我覺得你應該要感恩咯。係咯，即係大家中國人唔好咁歧視啊。咪咯。係啊，冇錯就係咁啦。咁我哋今個節就去到呢度啦。係啊，休息一陣。